係等姐姐開估啦。呢度係大運中心，除咗全運會游泳項目，有好多演唱會都喺呢度舉辦嘅。睇完演唱會都咁晏啦，返唔切香港點算好呢？唔怕，細細今晚都唔返香港，喺附近揾到個好地方 relax 啊，就喺大運中心站呢個出口附近咋。行到呢個位置，有間幼稚園，轉咗再行多200米左右就見到酒店啦。呢間酒店就喺一個遠離繁囂嘅屋苑對面，外面望落好新淨，係咪隔住個 mon 都好似聞到油漆味乾咁呢？大門口都做足功夫，想大家影多幾張靚相咁喎。唔該晒，我哋返房先啦。發達啦，細細，間房勁大喎。睇嚟肥貓今日邊度都唔去，直接午睡。冷氣掣喺左邊嘅床頭櫃，小心唔好坐上去喎。呢間房咁寬敞，唔整返個8寸投影幕就嘥晒啦。投影影像清晰度一般，淨係得免費區嘅節目可以揀。肥貓都係覺得窗口邊好瞓啲，出面仲望到大運中心㗎。窗口嘅另一邊有書台可以做嘢。都話咗唔可以坐台落，快啲落返嚟啦！茶水區有樽裝水、熱水壺、2款茶包，即溶咖啡都係揾唔到攪拌棒，唔飲啦。應該有個雪櫃喺度先啱，點知得2對拖鞋咋？睇埋個浴室先，廁所浴室乾濕分離。新酒店新設備，沖涼花灑金光閃閃啊！酒店提供細細樽全新嘅洗頭水、沐浴露，唔使擔心衛生問題啦。掛衫、擺行李、刷牙、洗面，就喺浴室對面。咁呢個櫃桶仔裏面就有浴帽啦、化妝棉、棉花棒、鬚刨、一把梳同埋2套牙膏牙刷。風筒就放喺下面。自助洗衫區喺走廊中間，洗衣乾衣機各有1部。酒店嘅夜景好搶眼，夜晚返酒店都唔使擔心會揾唔到。不過聞到早餐香味，肥貓就自然醒神晒㗎啦。姐姐點咗清清地嘅菇菌米線，最緊要有杯醒神港式奶茶。呢間酒店喺2025年開業，有63間房，開個 app 睇下價錢係點嘅先。平日唔使200蚊，假期或者演唱會期間，想住就要快啲訂房啦。